但其實有好多人咧以為咧日日敷 mask 等於皮膚會水潤，係咪？點知咧？有冇試過越敷越暗眼同埋敏感啊？點解咧？有以下原因嘅喎。第一個咧就係過度水合反嘅啦 ，overhydration。適當嘅補水咧，其實當然可以令到我哋嘅角質吸收好多嘅水分，令到佢好飽滿啦。但係如果日日都走去敷嘅話咧，咁原本諗住咧可以脫落嘅角質層咧，因為長期處於飲飽水嘅狀態啦，就會令到角質過度膨脹，導致到細胞之間嘅結構咧會變得唔夠緊密啦。咁失去咗屏障功能，導致到咧抵禦外界嘅刺激嘅能力降低。咁所以咪容易敏感咯。咁由於咧過度水合啦，角質層咧亦都好難脫落啦。咁啊，隨住時間不斷咁堆積，咁皮膚嘅角質層就會點啊？越嚟越厚咯。咁表面望落去就會有啲暗啞嘅感覺啦。咁同埋廠商為咗保證面膜咧喺包裝入去之後咧唔會發毛啊，咁所以佢哋都會落咗好多添加劑嘅，或者香精啊、乳化劑嗰啲之類啦嚇。咁皮膚日日咧都會接觸呢啲化學物質，咁久而久之，皮膚有一日覺得負荷唔到啦，就會引起一啲接觸性皮炎啊、出現泛紅啊、痕癢啊、刺痛呢啲敏感症狀啦。咁究竟幾耐敷一次 mask 你覺得先適合咧？好簡單㗎咋，就係你覺得需要就敷咯。嗱，如果你有啲皮膚嘅問題想深入了解嘅話，歡迎留言，我會盡快答覆你。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